台南市议员蔡小伟因为看到未少的弱势学童无食早顿，就去学校来读册，因此结合康芳珍慈善爱心协会，共同领捐30万，赞助中学国小，对后学期农历年过后，每天36份的营养早餐，让弱势学童唔免惊无早顿通食。小薇也有跟崇学国小来接洽过知道说学校里面还是有一些蛮辛苦的家庭的小朋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抛砖引玉的开始，未来呢在募集或者是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我们共同再来投入在需要帮忙的教育的环境里面比较弱势的家庭。那所以呢，今天特别召开这个记者会，也是呼吁大家在这个过年之际也先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也希望从之后的每一天寒假过后，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校园里面学习无烦恼。上午的观众仪式包括教育局专门委员林古达、中学国小校长洪龙锦、农教场肯定协会加议员的用心，让弱势学童感受到社会温暖，并颁发感谢状。我代表我们那个崇学国小的师生特别感谢我们那个爱心协会这边给我们弱势的小朋友虽然这份早餐可能平常人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他没有办法去负担这样的这一份早餐的家庭这是一股暖流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也会把这一份心意带回去，然后跟小朋友将来他们在长大之后，如果有能力回馈社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他们当时候怎么接受别人的帮助。康芳珍慈善爱心协会伫理事长孔志成的带领，将属教育慈善的活动超过10档，其中包括关注物资、领用爱心午餐、加夜光天使的课后辅导等。伫能力的范围内，尽量帮助弱势学童的困难，希望会用个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善心人士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理事长跟我一起来关心崇学国小。